继续来到苗栗竹南的龙凤渔港，当地彩虹桥是游客翕相拍卡的景点。最近桥顶架设着活动宣传的装饰灯，桥边搁来搭标语，讲有电唔通去卡着，是予游客行过时阵拢安尼提心吊胆。虽然活动的业者来强调讲，这个灯经过测试并未漏电，但是县政府讲，这个灯具无经过许可，就讲架设伫个桥顶，会要求业者赶紧来拆掉。苗栗竹南龙凤渔港的彩虹桥快看龙凤大牌，最近这桥顶突然间加这对 LED 的灯饰，大大细细电火球啊，连电线钉伫个桥边的树花啊，桥边甚至还有打有电且唔通摸的标语。有一些外县市的来这边旅游，礼拜六、礼拜天有可能搞不好有被电到，今天才会扣这个 FB。来看这 LED 灯是钉伫个树花的所在，尤其这几天落雨，游客民众拢担心经过去电到。原来这9月份要举行国际标准杯比赛，活动单位伫这桥顶装这网仔灯加强宣传。虽然业者强调灯具经过测试未漏电，但是装饰进程无向管府申请。厘清这些东西是谁设置的，然后因为有安全疑虑，我们会请那个设置的人把它给拆掉，这样。无经过申请架设灯具，也有挂出有电唔通摸的标语，业者好亲像是咧规骗责任。虽然举办国际活动是地方的大代志，不过若是等搁较注意安全，乡亲的搁较愿意配合。